用钱准则才实在，唔通买趁待盛开。借钱利息真厉害，财产会了对家来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厦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比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比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来甲伊解释清楚。志玲啊，你袂使气啦！你去甲伊讲，伊就知我甲你讲啊，一定会生气的，走来骂我啦。袂啦，阮阿母哦，伊袂甲较早共款遐尔无讲道理啊。我即摆来甲问清楚。志玲啊，好啦，就算讲伊即马袂像以前遐尔无讲道理，以后咧，以后我若是嫁你，伊敢袂考到我？阿妹啊，你想伤济啊啦！这毋是我想伤济咧，当初是美观姐要叫我试中的时阵，伊嘛是甲美观姐讲伊袂考到伊啊。我人搁伫咧现场，我有听到伊讲咧，结果咧，伊嘛是考到美观姐啊。好，我得来探阮阿母的口气。假使讲哦，伊若认为咱两个身份袂用来往，那你到时阵你才保转去，好？哈？喂！啊！爱真正去问哦。哦，我看哦，我无希望啊，我还是较早兄弟款款。淑珍啊，我甲你讲，美观即马有心啊，咱厝内面吼大大细细的拢转来啊，摆这灶骹吼一定是足无用的啦。你想看卖，咱规个口啊吼三顿啦，还佫有美观保养都要金啦。哎哟，代志实在有够多啦。是讲吼，代志愈多，我心内是愈欢喜啦。淑珍啊，我甲你讲。后摆吼，这代志我做就好啦，吼。哎呦，阿姨啊，那会当互你做啦，我来就好啦。哎呦，淑珍啊，当你习惯做你的头家娘，我就较惯势做我厝内面的工课。搁再讲吼，你做袂来这落工课啦。你放心啦，阿姨即摆转来，一切阿姨做就好啊，吼。阿姨啊，我哪会无法度啦？你敢袂记得哈？啊，迄当阵吼，阮一家伙仔住咧外口的时阵啊，我搁爱做人的衫裤啦，搁爱烦恼因一家人的食穿啦哈。我吼绝对有法度的啦。无安尼啦，淑珍啊，你我两个吼拢卖小钱啦，过去咱两个斗阵做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啊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阿母，志玲啊，安怎？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哎呦，我即摆足无闲的啦，你较等再问啦哈。袂用一啦，我即摆一定爱问你啦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淑珍啊，你囥个啦，代志我做，你去互问一下，去互问一下。哎呦，志玲啊，什么代志啦？阿母，你敢真正感觉我甲阿妹也袂适合？哈？什么适合无适合啊？你无代无志讲这是什么意思哈？你是毋是有甲阿妹仔讲过？讲啥？你讲伊的养爸是菜，伊嘛是菜，而且伊有搁国别学校无毕业，所以你对啊，我讲的拢是事实啊。啊，恁两个吼，
本来就差足多啊，我安尼讲敢有唔对？阿母，若假使我甲你讲，我袂计较甲阿妹仔成婚，你敢会接受？我即马袂当接受啦。阿母，志玲，啊莫讲啊，我要来走。阿妹，阿妹，淑珍啊，你是安怎要讲这话啦？你明明知影讲志玲甲阿妹仔两个感情真好，你安尼是讲，敢是互因两个人心肝来足艰苦的？你哪会要安尼讲啦？阿姨啊，我嘛知影吼，因两个人真好啊，我嘛足介意阿妹仔的啊。那你是安怎要安尼先讲？我是讲哦，我即马袂当接受伊啦，也毋过吼，我以后一定会接受伊啊。是安怎即阵无法度人接受？阿姨啊，我是希望志玲甲阿妹仔吼，会当做一世人的翁仔某啊。因即马吼才熟识无偌久，都想要做翁仔某啊。安尼吼，以后一定会出问题的啦。我是希望讲吼，因两个人吼会当搁交往一段时间啦，伊会当吼互相搁较了解一点啊，会当培养吼因两个搁较深的感情啊。安尼哦，若要做翁仔某，毋才会久长。阿姨，这是我的经验呢。啊，你是安怎那话定定讲一半，无爱讲好清楚啦？啊，我大概哦，话也袂讲衰就做伊走啊，我哪有法度啊？唉，等你一声就讲你无法度人接受，要搁叫伊讲等你话讲煞，迄若是我嘛走啊。嗨啊，等一声代志大条啊，我无起来甲看这袂用的啦。我哪知影？阿妹啊，莫叫我啦！阿爸，锁匙啊！是啥物锁匙啦？咱厝的锁匙啦！啊，你是摕咱兜的锁匙要创啊啦？我歹住伫遮，我无当来住啦。哈？啊，你是这是安怎样啦？啊，若无钱无财无钱，我住喺遮，安尼去错错？你甲我讲，啥物代志？哈？莫问啊，锁匙摕来啦！我无问我清楚，要来放心你啦。啊个，你个看，啊个收声，哈？真啊？啊？你讲，咱你两个是安怎样？伊哪安去错错？啥物代志？是啊，哈？你是毋是欺负阿妹啊？无啦，我哪会去欺负伊啦？无，啊无时阿妹来气煞煞，啊讲要搬转去啊。莫讲问啊啦！阿妹，阿妹啊！阿妹啊，没有，阿妹啊！阿妹啊，阿妹啊，哎呦，你嘛莫安尼是听阿妈讲。阿母啊，这阿妹啊到底是安怎啦？哎咯，煞毋知影讲淑珍吼，伊讲阿妹仔是猜因老爸，还是猜爱认为讲志玲甲阿妹仔两个身份吼袂适配啦，两个袂用斗阵的哎啦。呦，淑珍咯，啊哪安尼讲啦？啊，其实淑珍伊的意思都毋是安尼咧，淑珍伊的意思是讲吼，阿妹仔你甲志玲吼，啊熟识无几工尔啦，啊两个都要安尼斗阵做翁仔某，安尼是用翁仔某做袂久长啦。恁两个互相了解也无够啦，所以伊认为讲吼，恁两个爱讲交往一段时间，等恁互相较深的了解了后，要结婚才来结婚，才来做翁仔某，安尼是嘛也袂歹的啦。讲到恁这少年人吼，都是安尼啦，无耐性啦，啊，定定话听一半，我就都做恁走，啊，莫怪吼，莫怪你淑珍这卖也唔清讲。嫌，吼，啊听话啊，唔听清楚，安尼气错错，啊，啊对，好啦好啦，若要锁匙哦，我就要摕。阿爸，啊，你拄则毋是讲要锁匙，啊要锁匙，我也无伫咧身躯啊，我伫咧房间啊，啊放咧房间啊，我就要摕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来，物件关。关你来。好，你来，你再创啥？看老爹，你都唔是死的。有两妹啊，就是古锥伫个遮，听入死，希望，创知有希望的，就一定到做伙。你这个怪讲讲无唔对啦，伊又唔是我讲，咱志仁若是我吼，攞出日本国旗也讲哈达，泡茶。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路也哩哟，有一曲着也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今天想啥？我咧想讲吼，咱的囝若出世，我要甲伊号啥物名啦？
虽然即马我阁毋知影讲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安尼吼，我著先号一个查甫名，号一个查某名，而且吼，我要逐工甲伊叫，而且要甲伊讲，爸爸妈妈吼足欢迎伊的，希望吼伊紧出世来做咱的囝。你想着未？啊袂呢，啊毋过我想讲吼，要甲伊号一个，甲咱即间大衙厝有关系的名。你一定就白听。甲袂咧，我一定要足骨力想的，绝对要甲伊名想甲足好听的。记得，你敢会记咱结婚有久？我算看卖吼，结婚一年个。好啊啦，歹势啦，一年10个月，搁15天。这一年外，咱经过遐尔济困难，遐尔济代志，咱的婚姻路是行甲坎坎坷坷，差一点仔就无法度做翁仔某啊，就无简单。即摆咱才会当好好，咱一定爱记即摆的教训，好无？李冠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记你这个教训。伫咧过去的一年10个月，搁15天内底，我做毋着足侪代志的。啊，毋过无论未来经过偌济一年10个月，搁15天的每一天，我绝对要好好对待你，甲着咱的囡仔。我相信这个囡仔是提供爸送予咱上好的礼物，嘛是伊无要互咱分开的一条红线。李冠，我绝对会好好对待你，甲着咱的囡仔。我要互恁变作是全世界上界幸福、上界快乐的人，请你相信我。困啊，大家拢困啊。建章，淑婷，我知影恁应该袂搁再分开啊。志忠，美冠，我想恁巴肚内囡仔若出世了后，恁的感情一定会搁较好。这间厝内莫会搁较闹热。阿母啊，其实吼，你也毋免搁再甲阿妹仔困共间，但阿妹仔嘛遮大汉啦，搁无偌久，伊嘛要甲志仁结婚啦。真紧，因嘛有家己的家庭啊，咱嘛会当真放心。甲伊交互志仁啊！我想，伊阿妹仔甲志仁的个性，因一定会当过甲真快乐。困啊！大家真正拢困去啊！虽然我无入去因的房间甲看，也毋过我会当想会到，因每一个人。的嘴角拢一定微微啊咧笑，因为因拢过甲遮快乐、遮欢喜。大遐厝啊，大遐厝，多谢你遮多年替阮热风热雨，保护这间厝的人，毋免搁再受风受雨。希望厝后的每一天、每一年。拢会当亲像即马共款，
大家困甲这么安稳，一醒到天光。哎呦，我甲你阿爸、佮你阿姨啊，一个人唱足久啊，还是创好袂啦？紧过来啦！好啦好啦，紧来紧来。下面去啦，笑笑笑笑，好啦。哦，啊你嘛听好你字啊，叫啥叫啊？哎呦，啊翕好啊啦，啊拢无翕着，搁来翕啊妹啊，真开心啦！真开心无？啊袂要紧啦，搁一摆搁一摆。啊较紧的哈，你鱼竿嘛摕落啦。三句我好啦。好啊好啊，这就要做嘞。啊，你两个囝咱妈咧陪做做，你是枵死哦。枵死哦，形象真好诶。哎，阿妈爱食饭啊，爱食。我要吃了，好啊。来，仔你要食饭。好个，你上去收啦。好好，啊。多精彩啊！犹原爱落呀哩哟呀哩哟，有一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阿母啊，你讲，志强陈美关的囡仔，安东汉啊呢？啊，佮有志云陈阿妹，哇，咱两个囡仔，哇！啊，汉朝也好，你看，啊，活泼，吼，啊，佮善良，啊，咱单家有五望啊，要大拍戏啊啦！啊，想袂到单家所五望的志忠甲志林这两个兄弟啊，竟然会遐尼出发，将大衙厝经营甲遐尼好啦！我看吼，过边几年，这间大衙厝爱囡仔都安尼一大堆啦，唱阮着笑声，唉。我敢若想我都欢喜。咱在生的时阵吼，无法度达成的愿望，志中志玲拢替咱完成啊。咱心内吼嘛无啥物挂碍啊，敢毋是咧？咱即摆伫期间吼，过甲遮幸福，伫咧大衙厝，咱的子孙嘛过甲遮尔啊快乐，咱本来就无啥物挂碍啊。我看吼，咱莫搁踮遮甲因搅扰，咱点点啊甲因祝福就好啊。好，呀，再见，再见。人生无不散的宴席，漫长的岁月，176集的大业出，今仔日做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因为有恁的支持，是恁的无三起啊！大业出这出戏，才会当做甲娱乐时代、教育时序的基本宗旨。伫咧规出戏当中，阮有拍拼无够，有较无合恁的意思的所在，小弟王和。代表着全体演职人员，伫遮甲恁会师的歹势，希望恁会得通谅解。2001年40岁的代志，阮有一个决心，阮要搁较认真拍拼，用时间、开钱来提升着本土戏剧文化的品质甲水准。阮有坚信、信心甲耐心，希望会当得到恁的支持、爱护甲疼痛。敬请大家半言甲阮批评指教，
多谢，再会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